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。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備戰 DSE 嘅。第一個迷思係操卷多係咪就等於好呢？首先，一般人都唔係好勤力，就算真係好勤力，都未必抽到咁多時間出嚟做數溫數。所以聰明做法係用最少時間去搞掂一科數。根據非正式統計，以我自己做樣板，只要做熟晒所有 DSE 題目，完全唔使做摸卷就可以考到5星星甚或滿分。因為 DSE 大部分題目有93%都係翻炒，冇乜新意。再加上 DSE 已經出咗咁多年，所以淨係做 DSE Past Paper 練習已經非常足夠。其他摸卷大部分都係參考 DSE 卷整出嚟，非常重複。而最難嗰批題目永遠冇可能估到考評局點出。嗰啲聲稱自己貼中嘅老師都係參考某年 DSE 題目整出嚟，冇乜前瞻性。又或者啲老師整啲過深嘅題目同 DSE 題目出題方向完全唔同，冇乜參考價值。所以冇乜錢嘅同學其實真係唔使報操卷班，只需報常規班就得。操卷班唯一嘅作用係鞏固所學，而唔係預測題型。下一步我哋要研究嘅就係點樣操卷。第一步係操 by topic past paper， 每學完一課就做該課嘅 by topic past paper。有時先 long quat 後 MC， 有時先 MC 後 long quat。主要係睇邊啲題目數量多啲就先操咗邊啲先。一般都係先 MC 後 long quat， 因為 MC 題目數量較多，而且 MC 方便核對答案。第一次做嗰陣唔使計時做，減輕心理壓力。最緊要係揀明每一條題目嘅出題同解題方法，揾出對題目嘅題解嘅共同特徵同做數流程。做晒所有 by topic 後，就成年 by year 咁做。呢個時候就要計時咁做啦，睇下做得夠唔夠快。萬一做錯咗題目咁點算好呢？首先第一，唔好太在意做錯題嘅數量，有錯即係仲有進步空間，係好事嚟。最重要係睇你係咪重複犯錯。一般做卷前我都建議同學先溫晒所有例題同公式先去操數。如果溫完都仲做錯，咁呢條錯題就好有價值。記得做翻筆記，記低錯過嘅題型。其實一般我都唔建議整錯題簿，因為實在太嘥時間。錯題簿應該係老師負責製作先係。學生只需記低錯過嘅題型種類，話翻俾老師知錯邊啲，等老師做翻筆記，然後自己針對性做錯題 by topic 鞏固練習就 OK。如果當日發現自己唔識，就立即或隔日就即刻問翻學校老師或者補習老師點做。隔太耐唔處理，可能連自己有咩錯都唔記得咗啦。咁到咗臨場考試又點樣執生呢？首先你進入考試前 check 翻計算機係咪已經入好晒8條老 Sir 建議入嘅 program。考試前附近日子唔好俾人掂你部計算機，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黑心同學專門搞人哋部計算機。考試要準備嘅物品係准考證、身份證、石英錶、2部計算機、2把間尺、圓規、鉛筆、擦膠、2支原子筆、錯改帶、5張100蚊、1支水、紙巾、濕紙巾、1件外套。考 MC 記得用聰明撞法，答案分佈 Section A 係7788，Section B 係3444。如果數完一定識做嗰啲題目出咗分佈，咁唔識嗰啲就撞晒最少數量嘅 A、B、C、D 答案。如果考試期間有題目唔識做，就要 skip 咗先，往後有時間再返嚟重做，唔好未睇過題目就 skip 咗。